来是王泽林的母校台北市的民权国小，一透早就挂布条来庆祝。伊的启蒙教练是真感动。伊讲王泽林自细汉就乐天个大心。伊讲伫伊教学的生涯，真欢喜会当教出一个王泽林。我在这个基层啊，默默工作35年，那我觉得这一辈子。教出他这样一个学生真的是值得了。分享一张王泽林囡仔时的相片，这花叶是为心肝头分出来。伊是王泽林的羽毛球启蒙教练陈德川。买个蛋糕，忽然跑到球场来找我，他是很贴心的孩子啊。两人缘分为王泽林国小3年级开始，当时决定要为羽毛球运动发展，所以伊综合到台北市民权国小接受正规训练。虽然训练的日子真辛苦，不过教练讲王泽林的个性真乐天，大家拢真享受训练的过程，嘛甲食苦当作食补。对练球当然是很热衷，可是他呢也会随时调整。找时间玩一玩，休息一下。他不是一个说我会把自己弄得很紧绷的孩子。王泽林为国小6年开始就出头出脚，拿下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国小组男3金牌，这嘛是人生中第1面全国冠军。教练讲有王泽林伫个所在，就拢听到伊叽叽叫笑声。醒来就听到麒麟大叫，那我们怎么回事啊？结果他呢？可能睡眼惺忪，然后就拿着我的洗面乳当牙膏，他刷了满嘴的洗面乳。王泽林搁一摆摕到冠军，母校真早就挂布条庆祝，李永培创造奥运史上第1组男双连霸纪录，唔但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厉害，嘛互咱的台湾囡仔更够勇气面对未来比赛，可以打进奥运冠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